咱安静咱的心，要开始今日早起的礼拜吼。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罗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你的诚实到穹苍。上帝啊，愿你权大盘过这个天，愿你的荣光盘过全地。现在起入来信仰告别，用使徒圣经来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水十字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对路。第三，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一个全能的父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信，我是信。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现在稍个来祈祷。主位天人的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这主日的时，阮到你的殿院来敬拜阿罗你，伫遮来吟诗阿罗，也伫遮献上阮的感谢。最后，阮来特别乌克兰甲苏俄的战争，祈求你，互这个战争会煞，祈求你压钱经斩断刀，主啊，祈求你平煞这个战争，互人无因为战争来丧失性命、丧失喜乐甲平安。主啊，祈求你的灵常常甲因三甲地地。主啊，阮也伫遮为着阮的国家、阮的社会，祈求你平安的灵、听的神常常甲阮三甲地地。互这个国家会当和谐，会当团结，会当人民得到你的听、你的稳定、你的祝福。所以，阮来祈求你的神运行伫这个所在，通过蔡长老会当做你的出口。所以，祈求你的灵常常甲伊三甲地地，互伊讲出来会当你的话，会当伫阮的心内，成做阮的尊敬。阮的主，祈求你保守看顾这个会，愿感谢你，快速基督的名。阿门。
本来是主日学的赞美啦吼，学因还未落来，咱先来看圣经，以弗所书第6章，以弗所书第6章，咱为第5节读到第9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5节，做奴仆的，恁着惊吓样样带，用诚实心顺探照肉体做恁的主人的，亲像在顺探基督。无你简单伫目睭前温存，亲像处互人欢喜的，就是着亲像做基督的奴仆，用实心来行上帝的旨意，甘心做工，亲像甲主做，毋是甲人做。因为知，无论做奴仆还是自由的，逐人所行甚物好，要对主来受倒转。做主人的，恁也着安尼款待奴仆，无你喊话因，因为知因甲恁同一个主伫天里，就是无用外貌处人的。哦，咱过来主学学生已经入来啦，吼，已经入来。因所要献诗的两首啦，吼，喜乐如期，耶稣是我亲爱牧人。
因遮拢甲背起来吼，他拄仔上尾啊，迄个泡泡是毋对伊吼，迄个是容易怀疑的去哦，所以因有甲背起来。啊，咱看因那像即马较拢小学生哦，一望年纪会变老人啦。我拢想讲，以前我嘛是像安尼，啊，即马已经70岁啊。那个来要请蔡长来正道吼，官兵甲服侍。现在来祈祷，麻烦来主。我若受到乌克兰即阵受到的境遇的时阵，我的心未免真艰苦。愿和平早日降临。主，你所创造每一个人类，拢是阮的兄弟姊妹，拢是上水的。伫战火中间丧失因的性命，阮也毋甘。做佢哋感化普丁的心，停止这场的战争。互这场战争，互人类搁再一摆认捌，咱着爱彼此相听，安尼祈祷。用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你们要记平安，请你甲厝边隔壁吼，甲请安一下吼。啊，你个家拢挂口罩嘿，啊，所以讲吼用目睭吼，迄个目睭都爱甲看一下，小甲叫一下安尼，平安，平安嘿哦。对目睭咱就看出讲你是不是真正有心无心吼，得当看出来，有心无心，有看出来。我真欢喜吼，会当甲大家参加做伙，特别看到这主日学生咧唱歌，我嘛捌做主日学生过啦吼，足早以前的啦，几啊十年前啊啦。早时我若是着我20岁的时阵，我着看阮真正长老伫遮，我着是伫因兜。因爸爸妈妈就带阮开始出来传道，20岁。咱讲青眉牛毋惊青，少年人毋惊崩，少年就出去脚踏车徛在世界去传道。到即阵已经几啊十年。但看到你的时阵，我就昨暝定定想，昨阮后生突然间咧叫我讲旧约，讲啊到凌晨超过特别1点。我讲安尼小动作，我明仔载吼有还佫有讲道，我还佫小看一下安尼。啊，伊对共产开始兴趣起来，因为最近对教会历史咧研究，一直讲。一代过一代，生命传承一代过一代，那他多啊，今日落咧感觉讲啊，伊嘛捌做过主任，既然你捌做过主任啊，先嘛吼。迄阵老师敢若是阮老爸。啊，一万年久啊，变老人。一万米比了伫上帝面前嘛是1点尔。我当甲我太太讲一句话，我讲，阮太太讲，啊，你讲话吼会讲足紧的袂？啊，大家较无互动。我甲手讲吼，每一场的讲道对我来讲是最后一场。我拢用最后一场的心理咧准备每一场的讲道，因为我希望我所讲的每一句话当刺插着恁的心，互恁知上帝意思是安怎。啊！希望大家吼较活泼的吼，咱伫咧教会若做礼拜，拢坐咧做礼拜，啊，看来小可呼应一下。不管啥物人伫主的面前，少年时阵，譬如讲，阮看到阿姨来，你想伊后代，北港遮的，真正因的后代，北港遮的生出来后代，上帝有祝福伊无？有，确实有祝福。迄饲火鸡饲啊，全省上有名。迄无人饲有迄个火鸡，当饲甲遐好，啊饲甲全省上有名。你后生上细汉的时阵，已经要承担责任。其实我逐日替你祈祷，迄是重担。总之，担的中间你也担起来，这是一个足好的见证。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毋当互你感觉年纪伤细，这个人有一日拢是要徛伫咱后前来甲你引出来。有可能咱有一日已经无伫咧啊！总是上重要的时阵，咱伫主的面前，咱有看辨，咱有要服侍无？我感觉阮阿叔上好，国宝啦吼，歹势袂使甲叫叫叫国宝。我拢甲讲吼，啊，恁若有啥物感觉讲到啥物，恁来考答讲，啊，拢家一个甲讲，啊，所以恁拢点点。咱拢毋通感觉讲我是权威啦。伫上帝面前无权威，上帝面前是要大家绕开求进步，互上帝道理搁再一摆称明，这才是重要的啦。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真正是爱去体会啊。比如3月27，咱要迄个破门兄要带咱去马街，破门对我看，
啊，国语啦，国语要带人去马街寻根之旅哦，国语咱走无去啊，无快点。哎，咱相对的伫遐要再一摆体会到人后头咧传福音28岁，一个敢若 A9的人咧，徛在淡水开始传福音，讲话上跳舞，毒啊呢，会讲偷摕人的灵魂的呢，大传福音。开始做啥？伊毋是医生呢，其实伊是干学过病理学呢。迄阵人讲那牙痛不是病，病了要人命。喙齿听上艰苦的转开始对挽喙齿开始走到高马兰的宜兰遐咧挽喙齿。望地人讲，这人足好这毒本来大家拢看着毒安尼即摆毒这个毒干那遐讲耶稣听你。耶稣听你，拢有罗马字，开始去学台语。耶稣听你，一世人到尾讲，尾啊世间讲一句话，拢是为基督，足意义的呢。来当去安尼看伊行过骹只，你会感觉感动呢？你会感觉你少年的真正感动，你上帝有赏赐。我看到心灵伫遮，今仔日即个拜家讲一项事，讲一个马来西亚的球员。叫隔离心情足歹。你讲我可以替他祷告吗？就替祈祷，替以赛亚书替祈祷。甲我传讲，我甲祈祷了吼，足欢喜，佮甲我阿门呢。一个一面领洗礼，会当替人祈祷，这足水的代志诶。上帝互你即个权柄，通来服侍，你去把握。咱在把即个权柄服侍人，敢若亲像服侍主啊！咱有当时时阵要做上帝看，要做互人看。每一人伫我的眼中看，拢敢若总统呢。我对恁拢是用总统态度咧对待恁，恁就是总统，毋通看轻家己啦。恁每一个拢是总统啦。当然，谢面上若看到因太太较无共款啦，嘛是总统，总统夫人好无？总是咱每一个人真正对中啊！咱服侍人出对咱的心嘛，真正用咱的心来服侍，互每一个人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疼，是叫做彼此相疼。迄个彼此毋是讲你疼我就好，我疼你，互相来服侍。真正彼此疼就是甘心乐意的侍奉啦。侍奉所以先甲咱讲，对心底爱尊叹上帝旨意来去服侍人。咱拜三等小诺带咱咧做幸福小组。我感觉上收获上济呢，迄个参加的人上济啦。因伫遐开始咧实习的中间，你开始伫遐咧实作的中间，你伫遐咧读圣经，我看大家拢足进步的啊。教会毋是上上大，教是每一个人拢一群尊的祭司，每一个人拢是受经选的族类，每一个人是上帝国民，每一个人是圣洁的国度，每一个人是上帝所赐的，都是美好的。不要妄自菲薄啊！你要家己有信心嘛？上帝，你相对上帝囝儿，上帝就赏赐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要因为你来赏赐权柄，让你有权柄，有服侍的权柄。你在用呢？你毋通讲上帝我赏赐权柄，遮好诶，有够好。我看到迄个台落，我去回想，即个信仰足好诶前辈。所以讲，伊伫即代过了，毋是过了偌好，毋是偌好嘢，毋是咧社会地位偌悬，总是最看代志，上帝真安尼赐福。我足感谢我的老爸啊，毋是我的老爸出来传道，无阮即三个后生啊。阮三个后生有可能即阵安尼嘛是，毋是讲叫做社会好啊歹啦，最起码嘛是落得流连安尼尔。细汉阮是上帝仔囝，大汉阮替上帝做工课，拢是相共。每个是上帝咧服侍人哈。现在讲温困毋通变淡啦，心内火热，常常服侍主。你有心内火热无？我有当时讲，我咧讲对欧巴充歹势，因为我的讲道差不多一讲到最后，我先有当先传递讲万字，我若袂去摕随身碟通换的时阵，最起码还有原来处教咧，就换几啊遍，到最后一遍拢会去换一遍。因为就是讲用什么款的方式，大家真正当足清楚上帝道理。那我说七十个人讲，律法已经袂当拘束我们，律法不能拘束我们，因为律法来说，我们已经死了。对律法来讲，咱死啊！当然，咱若要开始讨新，咱咧讨论律法嘅稳定我迄个
我看讲3点钟嘛讲袂了。所以上条是安怎？咱毋是顺探律法，是顺探恩典。恩典互咱得到自由，真理互咱得到自由。咱每一个有上帝恩典伫咱的心肝内，咱心得到平安。上帝互你这宽平，圣经充满你，你的心得平安。总是你嘛是啥？你有宽平呢？你选做长老，你用选做执事，你用选做同工，还是你的名分呢？你毋是讲我选了就好啊？都无多，我都买了大年要选我，选是种公营啊！啊，总是相对是安怎？叫你认真去做工。啊，你讲我都无时间，时间是大家逼出来。世间无迄个叫做无时间，世间是叫做无心呢。你有为着要上帝做工的心无？你若有的时阵，你就有心通做啊。我当时想讲，哎哟，伫甘产里最近发生一个代志，就是有人拄开始咧小可有议论啦，讲一个蔡总理吼，太特别的位置，拢40几件，拢上济。我的未结案拢是上济。都有人讲这到底安尼是毋是？咱爱有一个办法，例如我若超过一个案件超过淡薄爱摕出来带议会报告。其实阮是足了解过，伊就笑讲这毋免无需要大家计较这。都有人讲无啦，爱摕出来报告。我讲好啊，大问我讲蔡委员案子最多好啦，提出来报告啊，我最多我绝对不会超过1年半。对我来讲3个月拢有当结掉案件，无我结的案件，伊讲可蔡总你的案子都非常大，我拢是足大的案件，你像石木青案啦，我过来要太鲁阁案啦，蒲友嘛，你玉山大火啦，迄逐件嘛是拢忍是足大的，不要紧，迄嘛是一件，看人广告安尼嘛一件。不要紧，迄拢无差，阮无咧看数字，阮最主要我嘛足少发新闻稿。伊拢会去开记者会，我足少开的。我一当加开1遍2遍。我若开记者会绝对是一堆记者拢来讲，蔡总理来开记者会，绝对是足重要。好，满是规个记者室拢人，拢伊就问讲奇怪，你开记者会当遐济人，阮开记者拢1、2个仔来。我不要紧，因为你案件，大家有兴趣无兴趣？我开记者会就是要互全国的百姓知讲爱注意啊。剩的吼，拢私下互伊政府机关改进就好。那每一个人真正伫律法中间开始讲拜日宴会时，讲袂使啦，爱摕出来讲。到底送几件？都有人讲无吼，看送入几件，结案几件，结果入案我84件，第2名81件，2个80件过尔，有人10几件，有人20几件，反正检察委员无人管。随在你要入啥物案，大专开始笑出来，我为这案48件，偏案入面更较侪件。我当时讲咁就安尼，无吼我时间用过落，会当带加减做教会事工，但是上帝都无允准。因为足侪拢是顶办拜托即落代志啊，你无查袂使，你甲查是拢民间足侪团体来တင်情，这有人甲政府毋对，咱来查看卖，互政府改进就好，无要互闹开，最主要是改进较重要。我毋免出名，我上惊出名，都甲记者拜托莫报我的名就好啊，我都无免名。我最主要是咱要服师主啊，服师啥，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啦，对心底来服从上帝旨意啦，上帝意思伫对。伫圣经内底拢有啊，一句一句甲咱教。伫圣经内底拢互咱知啊，毋是用身体来服侍尔，上帝是安怎？用心灵啊，出对伫你的心嘛，出对伫你的心嘛。今日都咧讲平安时啊，出对伫你的心嘛。你对目睭就看会出讲，到底平安哦，平安哦，都无共款。无挂口罩吼，其实咱大家拢毋知迄个表情。最上马写一个字，哦，高兴平安，无我当然挂口罩啊！当时看这个办事吼，有可能连也解封哦。感觉上好像下个月如果继续安1、2例，搞不好我们就解封。感谢主，咱来认捌主要所基督宽平，主要所基督吼，在世时阵讲唯一拜是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神。主要所基督假设你话甲你啊洗的时，天父对顶端吹响讲：“这是我的囝，我所欢喜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欢的。”然后主要所基督。圣子，然后圣神就是基啊，在他的头上，3位一体。之后，这个世界上是由人子哪个囝，人子耶稣基督底下传福音3年半。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传福音的权柄从哪里来？从上帝而来，从天而来的权柄。上帝和主要所基督迄个权柄，通安怎去医病赶鬼。但这世界
较少伊卖赶鬼吼。我伫检这时阵，还佫有去赶鬼过2遍。迄若收到嘛是足出名，常来涉念这代志。伊讲足出名，讲我带长老来时阵，目睭咧，佮那揪鸡巴咧，吐出来，佮一顺。靠烂嘛，袂比咱上帝较大啦，信上大尾啦。迄圣母小主人讲一个信上大尾，吼，一句话我感觉足好用的啦。那是咱信他没有信那个上大尾。啊！你若要交通，你若要求迄个上大尾啊！耶稣宽变个手术，互咱因主要所叫做上天上安怎甲咱讲天顶地下宽变拢总赐互我，第主要所叫做赐互我，我袂安怎，我嘛赐互恁啊！所以你咧做啥物工课？爱去普天的，你们要招万民为我的门徒，爱去普天的，传福音做我的后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就要今日三到地地到世间的落尾。我们要本身呐，主要所记的红这宽饼啊，你得按去传呐。我们在我伫底下做礼拜，所以讲咱来伫上帝面前，爱传福音，好不？阿门。你甲隔壁讲，咱来传福音，阿门。隔壁讲传福音，咱来好大出来甲上帝讲不要紧，啊上帝我足含慢的呢，你若讲传福音，就你有喙水。圣母小组我听今日就甲我讲吼，因在遮做时阵，他发觉讲吼，大开始敢开喙啦。啊，无你看，德兄以前我是捌你啦，以前你捌你，伊来嘛点子种坐倒遐无讲话，即摆敢开喙，当地人就讲啊，最后所记录足好。哎，敢开喙啦！我们常常看到这种，就随时我都感觉讲我足感动伊的呢。伊是当地人讲，哎，来阮教会礼拜。伊啥物人都招，伊拢不管你有信主无信主，伊若看到来就招伊来礼拜。好啊，我嘛感觉足感动诶，我是对伊学啦。伊讲咧，迄个蔡文仔讲个胖，迄个沙胖胖，好欢喜噶。阮太太讲沙胖胖，阮太太头嘛胖胖。咱每着这样正爱所看到。所看的是安怎真正的三听，这做基督徒发10代理的，最后所基督甲咱讲，伊迄阵有找70个学生，有人讲是72个，两个做一组，啊去到人兜，啊传福音，啊伊若接到你的人，啊甲讲平安哦，啊接到你的人平安归伫伊，啊若接到你的人骹半半咧平安归伫你。你毋做就工课，咱开始要幸福小组啊。可能这1个开始要开始失去因做类啊！你招你好朋友来啊！你讲我招伊来啊，伊毋知要来无？咱来训练互来，互伊感觉咱真正是三听。然后，我来招一波，啊也无要来信主，迄上帝关系啊！你是尽力咱尔。你们足惊讲，哎哟，我毋得甲招，伊也无来信主，我足闹开的。伫传福音无叫做闹开的。我常常是真感谢你，有一个机会徛到遮。做讲台侍奉，我跟你讲过，我常常讲啊，每一遍的侍奉，每一遍的讲道，我拢感觉是最后一遍。我用这个心理来甲大家参考做伙，拢是最后一遍的，因为宽变甲妙分是结合做伙啊。主要所基督，互你这个宽变，就是互你这个妙分，你是主要所基督上帝的儿女，你要去服侍无？这足重要的物件呢。你是上帝儿女，你毋是干多只像咱。传统的长老教会信徒拢是做礼拜了，啊，就对，啊，牧师讲得好歹拢毋要紧，啊，若较歹就是小拄一下，啊，较好就罔听。迄无重要咧，迄毋是敢若破牛脸破落，你拄啊无拄久，拄啊食着拄啊迄喙，迄礼拜拄啊食迄喙，好，无怪拢营养不良。咱伫上帝面前，咱有这宽饼，上帝儿女诶，你上帝儿女诶，是神的儿女诶。隔壁讲者，咱要靠我者，甲伊讲，甲出面甲伊讲，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们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这是名分呢。建立好的名分，你是神的儿女呢，咱真正正骄傲咧，上帝儿女呢。总统有啥物遗憾？这个话放出去时，放较大声咧。总统有啥物遗憾？我上帝儿女，才是遗憾。上帝。我做伊个儿女，受使我宽病，最起码我会通替人祈祷。你看祈祷无好啊，义人祈祷的力量是大有亏难，义人祷告的力量是大有力气的。你说我不是义人，你要趋近于完美呀、
什么叫做相信？相信就是你相信上帝，然后学上帝的款式才叫相信。你相信耶稣，学耶稣的款式才叫学耶稣小基督啊！我都有相信，都相信，都有信，跟他无信的，迄个不是叫做相信。所以对心底来讲，才是相信的。相信上帝所赐的宽别，只要伫你的心上啊。咱每一个拢宽袂通服侍啊，毋免惊，无伫论，亲像摩西甲约书亚讲的，无你只要刚强壮胆，无伫惊，无伫论，你到落去小主要花你的上帝，的确给你参考地点。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无论你往何处去，上帝的灵必与你同在。无伫惊，无伫论啊！我今日甲你开喙，阿忠诶，阮拄有行我小组啊。你来，袂啦，来趣味啦，大家参加做伙。哦，我足无用的呢。哦，我咧工课做袂了。来一边啊，你来遐不要紧，你来遐休困。哦，我拄才讲话，啊，你休困哦。我这唱歌你嘛休困，拄目睭开你嘛好。啊，来啦，一边都好啦，来再休困一下。他会不会感动？会感动诶！我在台湾教育做小组的时候，他们真的有感动诶。他真的来的时候，本来是不情不愿，都歹势送甲我叫来，我就大家来吼，拢讲好势哦，我来拢无爱讲话哦，我干要困了哦，我就来遮，你就叫我来，我就来遮困，结果伊平送得较到位，愈讲愈济，我人对我偌歹咧，我的生意也做了迄落，我再也遇到困难，我遇到啥？开始你拼，本来要开始一个主题吼，开始拼，大愈听愈。总开始逼着摕祈祷，迄美所的小组刚才摕一个祈祷，就是摕一个新来的祈祷。伊祈祷了，目屎一直流，甲你问一句：讲恁后礼拜阁有无？讲有啦，后礼拜三嘛伫阮兜，几点啦？8点。我较早倒来，我会较早来。今天来信主啊，是因为你唔敢求啊！你在上帝伫你的面前做啥物旨意啊？上帝要甲你讲，耶稣所认捌，保罗我捌你啊，捌迄是啥物呢？迄就犹太人有足侪看到这个使徒，足够医病赶鬼，保罗先生爱当医病赶鬼，看到恁这人医病赶鬼，足侪祭司吼，讲好，我祭司搁较牛，我会替你医病赶鬼。结果伊咧赶鬼的时阵，魔鬼甲讲，啊，你啥物人啊？啊，毋是每一个人你做祭司都会晓医病赶鬼呢？你是啥物人啊？耶稣我捌啦，保罗我捌啦，你是啥物人啦？你靠圣灵，你是上帝的囝儿女，你是君尊的祭司呢，但是你毋通骄傲呢。你君尊祭司顶多较谦卑去服侍人，将每一个人当做总统。你我目睭看见每一个人总统，做无你伫国安局吼，恁局长我足熟的，但是你嘛是总统，我看起你嘛是你凭陈明通，我感觉你搁较好。毋是当着陈明通，我当伊面讲互你听。因为我就觉得。真的是你每一个人就真的是这宝贝啦，上帝的宝贝，我们聚在一起，上帝的宝贝聚在一起。你想你的家庭，你看来主义学生大家，我欢喜呢。阮到迄只高山啊，阮一直要甲带来教主义学啦。好啦，较即一礼拜六日看卖呢，甲带看来要互因迄边，因为迄边足惊，阮来主义学开始拢甲因带走吼。我就希望因来，现在主义学是偌快乐的代志，偌公用的代志，偌荣耀的代志，偌有收获的代志呢。所以讲，咱主导文最后安怎甲咱讲？因为国度权，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上帝的。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上帝的权柄这么大，你还怕什么？你还惧怕谁呀？上帝给你有权柄啊！你们心里要有数，告诉自己，我有权柄，我会等到。遇到很多的困难，世间本来就有苦难呐，你不可能全部都如意耶。上面人甲我讲，我足如意的，好，我偌好，我偌顺。你个做个就职公司董事长，你嘛是会不如意，你嘛是会足艰苦心，你嘛是会管足侪人的足侪代志，我们欢喜。重视上帝在你的心，我有权柄，我是上帝的儿女，我要认真为主传道，我有上帝可以依靠。我凡事我祷告，我遇到困难我就跪下来祷告。上帝会帮你交托处理你的问题，所以上帝说：“劳苦背重担的来求亲我，我会得你，让你们得到安息呀。”我跟你们一起人讲啊，我们都是有权柄上帝的儿女呀，不要惧怕。你会不会遇到困难？会。
遇到困难你怕不怕？怕。我有没有遇到困难？我当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呢。现在报纸比较少了，以前那个报纸每天在攻击我，翁启慧案子每天攻击呀。那时候你怎么受得了？你一会儿是陈思梦第二，一会儿是什么，一直骂啊！反正你们说我吃喝嫖赌，最后中论好像不太满。你说为什么你都不出来解释一下？你嘛该水起嘞啊！吃喝嫖赌的吃喝嫖赌啊，反正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的啊，上帝拢总知的啊，上帝知，不要自己深冤但凭主怒啊！深冤在我，我必报应。你要再看你心慢要宠爱啊，人讲你歹就歹啊，讲你好嘛好啊，反正咱做咱应该做的工课啊。上重的是啊，我人较重要啊，我哪会当传统伊嘛较济人咧？我感觉这是上快乐的一样代志啊。第三，咱来认这个宽平，咱来顺从这个宽平啊。我讲安尼，毋得我顺从，才会丢到啊丢到来讲，你去东我就去东，你去西我就去西。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咱来顺从这掌权的啊。宽平对上帝来啊，但是咱毋通顺从像布丁迄个掌权的呢。迄布丁迄个掌权的是安怎呢？对魔鬼来啊！咱来分别主灵啊，分别是对啊，兼毋对啊。咱当然顺从这个政府掌权的。你要看咱即种挂口罩啊，咱讲啊，我毋免啊，我口罩拔掉啦，我都你什么法律规定我都免听你啊，我都靠祈祷就好。上帝有甲你讲，你毋免听靠祈祷。啊那安尼时阵是啊，伊甲你讲，若瘟疫来时阵，你得戴口罩，你要给人保持社交距离，你要隔离7到14天。啊，圣经就咧讲过，啊，用家己去发明。我讲我甲讲，逐个拢家己解说圣经，我解说变权威，我是权威哦。所以讲你袂使安尼，啊，你袂使安尼。啊，有当时我若伫新农委员会摕来嘛，甲伊问一句，伊也无说了讲了，我拢甲问一句讲，啊，圣经是写伫对啦，啊，大拢点点啦，奇怪。有当时讲一步讲，我拢甲问一句，啊，圣经是写伫对啦，圣经写在哪里？咱一本圣经尔呢？啊！你想要要讲家己的话，他毋就圣经这话提出来讲。圣经内面有甲你讲这个事，通做毋做足清楚嘛？爱甘心事哦，敢若像服侍主，无像服侍人。毋是讲无像服侍人，的意思讲，毋是干来讨好人呐，毋是干来讨好即个人，讨好即个人，互你来教会，哦，你来教会，我来讨好你，我不要讨好任何人，我讨好上帝，服侍上帝，我是替上帝咧服侍。上帝肯用我就足感谢。或者我是什么都不是的人呢？我就现在是罪人中的罪魁呢，罪人中的罪魁。你不要以为你很圣洁，用我来讲，我觉得我非常的不圣洁，我非常的不是人，我非常的罪恶满身呢，罪恶满盈呢，我做了很多的错事。我在上帝面前什么都不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跟你们分享吗？你们每个人都是有权柄的人呢，要甘心顺从你要顺从有权柄的人，顺服他，你不要跟他去做对抗。我们和本的圣经写顺服，那么中译本的圣经写顺从，其实这两个本来有差别。顺从是什么？行为上的服从。顺从是什么？你们要从态度上去顺服。到这两个，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安怎？政府所规定的，咱应该来照做。政府甲咱讲，咱即阵这聚会即毋通用爱餐，那都毋通用爱餐啊。讲叫咱来保持社交距离，那保持社交距离，叫慢慢解封啊。我们开始有爱餐啊，但是叫人讲那个戴口罩，我们就是戴口罩啊，照政府的，因为这对我们是好的，整体的作战。但相对的，如果那个是不好的，就像普丁说。打平民老百姓，把他打死，把这些人打死掉，你觉得这是对吗？在法律上有一个说服从长官的命令不罚，但是还有个前提如果知道命令是违法的话，就不要服从啊。那都唔对的代志，你服从，你讲那个长官叫我做的，我的长官叫我做的，那个不对呀。不对的东西你就不要服从就像当初彼得遐祭司看伊种甘愿加遐撒都该人都甲落家半暝其实甲转甲彼得甲救出来救出来了彼得佫走去广场那跑到救出来拢嘛那去用掠到家去用救出来拢嘛走去咪伊毋是走去讲流佫倒传道理今日这时头要去掠人讲人无去有啦走伫遐啦
伫遐传道理，这头讲啊，你凭什么都要传道理？伊讲吼，彼得该回答啊，讲原来互相上帝，毋是服从你人呢？你来即个政策行为是对，阮服从你呢？你若今日咱形容一个总统，甲你讲好，咱来反攻大陆，拼过哦，啊，大家都死到海里就好啊，啊，这敢对？那知啥物叫做对，啥物叫做毋对啊？总是人来甲恁欺负的时候，上帝做咱瓦克，啊，做咱瓦克，咱比如讲啊，基督徒，上帝啊，基督徒，我拢莫叮当。上帝讲啊，我都有派战车，我有派军队互你，啊，你敢怎咪咧？咱本身吼，上帝所赏赐的，甲咱讲，伫初代时候甲咱讲啦，讲伊赏赐师傅都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啦。要做啥物？各位甲咱讲一句话：为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而建造基督的身体呀。那教会设立这个工课，最主要是要做啥物？要成做基督身体，成做一个教会啊！宽饼基主要所基督将宽饼赏赐教会，教会咱每一个人宽饼，通去传福音嘛。互每一个人有温数，通去服侍。啊！你来读圣经的时阵，毋当咧看一句尔，我得甲解说，讲啊，圣神教伊也随意分赐给个人，啊，所以现在他们分我较会唱歌，啊，我较会弹琴。上帝看着每一个人啊，伊手所的宽便，手所的稳定，嘛是照上帝伊本身所看到的。互你本身人有迄个身体的角度，通来知影讲咱教会的意向是啥物？互你每一个人会当做使徒，当然啦，使徒。足狭义的使徒来讲，真是无使徒啊啦！使徒是要接触主要所基督的，咱即阵无啊。总是咱有迄个使徒的策略，敢若门徒的策略共款。有咧使徒人家改做门徒啊，互咱有迄个策略，知讲咱要安怎来做。咱咧做牧师，你讲牧师在当传福音上 ？No， 牧师是古代定义内面，嘛是甲咱讲咧牧养教会人叫做牧师啦。咱只照一个牧师，迄阵读圣经，就是要牧养教会啦。咱就传福音的，啥物人？在座每一个拢是啊。咱就教师啊，教师上条线啊，家己去学啊，家己本身啊，你要做教师以前，你本身得得到迄个较大的利益啊。总是咱的世字啊，即个时代足侪假先知，今仔蔡总伊甲恁讲，你来安怎带得救啊？吼，你来拜我啊？你来互我足侪钱的，啊，你来对我较好咧，安尼恁带得救，迄种假。咱是向着主要所基督的名，真单纯来顺服主的，拢总是假的。即摆足侪全能神教讲道成肉身，吼，即摆已经降临世界，那有可能啊！降临世界第二次末日到的时候才会降临世界，那么他们去真，像咱听到这个消息时阵，你的心内感觉安怎？不知你要搞完呢？咱看到这个救护车的时阵，知影讲咱爱准备啊，有可能5当10当，啊，有可能5秒10秒的。随时上帝要甲咱调啊！总是免烦恼啊，影响遮久，咱才1点尔。咱咧受到苦难的下啊！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会受到苦难，因为不是你们而已，是所有的人都会受到苦难。只是你们多一个保障，你们有平安，因为主耶稣可以当你的依靠。所以咱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啊！今日圣神甲我讲，我感动讲，我爱去甲啥物人招来教会，我甲传一个福音的，啊感动了。啊，过来感动一半了，啊，明仔载去工课做讲，迄个感动都无意啊，都无卖啊。感动就随去做，上脚卡点了举起来。某米人，你啥久无来做礼拜呢？某米人，阮今仔有小组，你来跟我做参加好无？彩姐好不好？我在这玩下笑，真好啊，感动啊！咱每一种日子啊，为了感动啊，你感动时阵随去做啊，你毋通你感动的时阵哦，你都甲消灭去啊。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啊，毋通藐视神的甘露的爱凡，但是安怎？毋是讲拢对哦，凡事查验，要怎查？看圣经就好啊。圣经内底拢会甲伊写足清楚呀。所以圣经内你来讲，上帝疼惜无你安怎？上帝基督的是何等的长阔高远呐！伊的疼是超过咱所有当测度的，你不要小看哦。你讲我可能替上帝做这个工，上帝互我安怎？
我伫天佑教会时阵，捌即边边仔一个，那伊就连迄边牧师叫我去几啊遍，我到即边去天佑教会遐边仔咧，甲我讲我咧做生意吼，我有需要100万的资金，我咧想讲这粗俗的袂，我祈祷上帝我100万，我袂啊，安尼咁好。因为迄阵，阮有一个讲，有一个运动，讲你要祈祷的物件，怎来地大你落地啊？啊，逐日拢忙咧祈祷。伊讲逐日拢忙祈祷，讲我上帝我100万，啊，哪有可能？我讲你若无可能，就绝对无。你若相信上帝互你100万，你就有。啊，你要替我祈祷，我替你祈祷啊！啊，总是你要家己有信心吗？你家己若无信心，讲啊忙祈祷看卖，迄个忙祈祷拢无效啊！迄叫做忙诶，忙祈祷。迄叫做有也好，无也好，啊，都无也好，无也好，上帝讲无，啊，就免啊。只要有信心祈祷，刚开始拢忙祈祷，忙祈祷，啊，到初第3礼拜向讲，我昨暝足拍拼祈祷，讲上帝，我工地要开工，我欠100万，上帝，我100万，我100万，我囡仔要准我借100万，你就甲囡仔借是足爱借的呢。囡仔要借我100万，囡仔要借我100万，上帝啊，你恳求我对要侍奉你，我拜6礼拜，我袂做工课，我拜到拜，我足认真拼，上帝啊，恳求你我100万。第4日甲我讲。错无我啊！囡仔向我甲通知讲，啊好啦，因拄有剩的钱哦，讲要借我100万啦。啊，而且佫足加呢。我讲你无感觉你祈祷有力？我真足拍拼祈祷呢。啊，你有相信无？我最相信上帝互我呢，啊，我上帝真正互我呢。我当然你的信救着你啊，因为你的信救着你的啊。最主要是你的信救着你，所以服侍有款变啊。那我主要所祈祷安怎服侍？主要所祈祷是安怎？是为了名分啊！伊是上帝囝，以前他们领洗咧，明领洗咧，特别正人面前宣布，我就是上帝的后生啊！要正人面前，上帝是我是上帝所赏赐的，伊要得到迄个名分，咱即马嘛是爱为了名分呢。那每一个是上帝囝儿女啊，咱头拄拢甲隔壁讲你是上帝囝儿女，你毋是讲假哦，你毋通讲讲准煞哦。你真正是上帝囝儿女，迄是一个名足荣光的呢。你讲上帝囝儿女是王子、公主的身份，啊，咱结来安尼散安烂。咱每一个是安怎呢？咱爱顶头生啊，咱爱对上帝得到宽便啊。上帝是你的囝儿女，伊互你有宽便，佮上重要啦，爱有你有责任嘛。我是上帝囝儿女，安尼我好康就好啊。你是上帝囝儿女，你哪有责任嘛？所以讲咱讲安怎？天顶对话宽便拢收束互主要所祈祷，主要说个上帝想讲天顶宽便拢收束互我要收束互恁，恁来去安怎？爱去传福音嘛，迄大使命啊！所以上帝甲咱讲诶，趁信诶人会当奉主要所祈祷诶名医病赶鬼啊！阮伫少年时阵吼，迄阵定对迄个孙子长老因咧定处理吼，真正医病赶鬼，迄祈祷吼，你要看遐粗人忙粗人祈祷多力咧，你感觉惊着，这人祈祷哪会遮有力？少年啊有力，真正是奉上咧名，互遐黑暗的款式拢总脱离。你即个当着黑暗的，你感觉啊，太即个代志也无顺，迄个代志也无顺，你记得哦，上帝，替你从这黑暗赶开，亲像主祷文所讲的，救我脱离迄个歹，救我们脱离凶恶。后来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在爱入摆个宽便，会当抵挡魔鬼的。魔鬼你开始咧做工，魔鬼嘛咧做工，你会抵挡迄个宽便啊。所以你若要将旁话献互人的时阵吼，你会记住将鲜花献给自己，将荆棘留给自己，你就找到幸福诶。才来记即句话，你是一个萤火虫，虽然微弱的观点啊，你也点着黑暗就是光明啦。你若家己看无起家己啦，亲像点灯啊，爱点伫灯台顶啊，带当照亮所有的人。你毋通囥倒下骹讲我爱灯足水，我爱灯足水，啊，全家己去囥咧。安尼灯要创爱，那么就真正来体会啊！个人毋通干顾家己的代志，啊，爱顾啥物？别人的代志啦。你若只感觉讲阮斗好就好，那大家拢总好，毋是偌好咧。我其实有当时欢手，计逐个抱我像咱即摆个新的抱我出来，我逐日欢手祈祷。啊，这个人逐个拢足好，逐个拢上帝所赐，逐个拢非常好。顾家己代志，爱趁有讲的时候通行，毋通到黑暗的时阵，临到你的时候，你等来惊吓，咱拢毋通袂去这样事诶。乌云的后壁是啥物？是太阳呢？你看到乌云伫要落雨，乌云的后壁雨落来了，过来是啥物？太阳啊！落黑暗的过去了，就是太阳啊！斧头一直放伫树根顶悬啊！恁这无结果子的，会叫错落来啊！迄伫火炉啊！
咱来警醒家己啊，认真做工啊。今年讲啊，蔡崇义啊，你的心伤大。今年咱的中央教会讲希望50个来领洗礼，迄哪有可能？有可能无可能？上帝，毋是我。每一个人认真去做工，今年50个领洗礼，福气教会旧年1000个领洗礼。哦，咱大教会，咱小教会。咱是小教会，咱是上帝教会啦，毋是叫做大小啦，咱是上帝教会啦。囡仔有大哥、二哥、三哥，都是小孩子啦，都是上帝的儿子。你说我是上帝的大哥，我是上帝我是大哥，我是二哥，我没关系，我做小哥就好，小弟就好，我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这宽扁，互恁会当践踏所有的魔鬼。所谓对敌都会当践踏，啥啦？你要逢拆垦的时候，上帝的手术你强别，你惊啥物？上帝所讲的，头拄我讲的啊，天顶地看袂拢互你啊，你有啥物通惊的？所以咱看主要所基督医病赶鬼，伊是人子呢，是人呢，伊对上帝宽病，会当医病赶鬼。咱看彼得、苏东时，迄个光初因去圣殿要祈祷，当着一个，袂讲可能我讲金钱我拢无，奉主要所基督的名咯，互你起来行啦。你看别真正遮尔大无？阮已经听着，阮的属灵团体做者见证是安怎？得着癌已经癌症末期啊！讲我们迫切祷告，拍命祈祷，紧接祈祷，通宵祈祷，准备要去开刀啊！以前讲要开刀以前，佮去照看觅，照就讲啊，甲无伊啊！你有信心嘛？你有信心就会当做这工课啊！所以咱会记住，信徒最大的宽病是大道，信徒最大的福势是得着人。我毋知迄个蔡玉玲的德仁企业是毋是有这段安尼来？教会最大宽面是主要所基督啊，有靠着主要所基督，咱逐个做。教会最大的福势是得着人。因为时间关系，我今日稍较固定，请恁原谅。因为阿像拢甲我讲，叫我讲较清楚咧，有较清楚吼。所以咱咧知影，阮伫家中的时阵，就无发生这个代志。啊，一个人去食饭，看较无人想，倒入去，头家啊！自助餐店，我会使叫白饭就好无？哎呦，我人去自助餐叫白饭，会使啊！白饭10010箍，白饭了。佮头家讲啊，迄菜汤吼，我会使叫咧。讲菜汤免钱，你做你叫了，食饱。佮头家讲，头家啊，我会使佮买一碗白饭袂？啊，讲你安怎？我过当恁吼，你拢摕一个便当盒出来。你的白饭足好食啊！我要白饭，佮叫我菜汤。头家讲毋通叫菜汤啦，会臭酸。你白饭我甲你缀好，我看你来买白饭足好。结果头家娘看到头家吼，头创一个卤卵，头插肉丝，穿大便当起来较长长的，白饭怎啊砍入去？头家娘讲，毋免来叫到顶悬，讲毋通啊！你叫到顶悬，都伤害着人的自尊心啊！我就摕互伊，饭甲。下骹肉丝卤卵啊，顶悬甲放饭白白尔，摕讲，少年诶，明仔载你一定爱过来哦。阮迄饭吼，迄白饭有当时拢卖袂了吼，你来拄啊会当甲阮斗销，所以明仔载一定爱过来哦。迄个人摕了，从头掀起来，目眶全红去，下骹拢葱卤肉丝加白饭。总是头家讲，你一定爱过来哦，我连饭拢食袂了哦，你一定爱过来。过当日伊嘛去，照常叫一碗白饭，了搁摕白饭起来出来，甲头家讲：头家白饭就好诶，白饭就好。头家对，我这卖白饭呢，我这卖白饭。无啦，迄毋是啦，迄拄啊，迄剩诶啦，剩诶物件放落啦。我卖白饭呢，卖白饭10箍嘿。哇，逐日拢来，头家足欢喜诶，看着伊本来精神，迄个味食无啥，愈来愈好，愈来愈健康。头家足欢喜。啊，有一日伊无来啊。无来了后，这头家一直咧想讲啊，个人毋知咯，毋知啊，等下就开始做生意。有一日，因为伊的自助餐店是违章建筑，市长讲要退啊。两个讲话他死啊！囡仔所有钱拢摕互囡仔去外国咧留学啊！咱两个都无钱啊，佮拆掉，咱两个毋知要哪想。我拄咧烦恼的时阵，一个人讲伊是一个某一个公司副总，跟你讲，阮公司吼已经迄个员工餐厅做好势啊，毋知会使邀请恁吼去遐煮饭无？去遐做员工餐厅的厨师，伊讲是安怎？我讲吼，刚开始无趁钱拢不要紧，你就做，若开始有趁钱吼，
啊，你才分我公司一半，等候你有趁钱呢。你车来找我，咱有遮好康的机会，讲阮总经理吼，足爱食你的卤卵加卤肉饭。迄个卤肉加卤卵是阮总经理最喜爱，结果总经理伫下边笑，你讲啊，就是你。主要是书记都要互你宽便，你要互西人无？一粒卤卵就好，一碗肉烧饭就好。你若有即个气力，你就是去互西人。你有一点仔气力，你就是去互西人。上帝的祝福会入到你的心就3-10个祈祷。我总管是感谢你，我伫主你的面前，真正在阮有宽便，因为我是主要所记录你的囝儿女，我要因为你来得胜，我靠你来胜利。做靠你班长照顾我得到这个积分，我得这个名分了，我有责任将我的福音传遍到每一个阮所熟悉的兄弟姊妹顶悬，互因知影这个福音是遮尔的好，将这个好的消息互相分享，安尼祈祷，用这所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来吟圣诗510首，咱来起立。温群做工无嫌劳苦。徛咧咱个奉献，请坐。现在起立来吟奉的诗。
啊这，咱报告我来报2点哦。伫礼拜后团契时间有请校长落来见证，请这一同来参加。第3月27，咱有要去马街上路淡水150年迄个故事之旅哦，咱要请郭议长落来带哦。那要去的人，请你后壁来报名。啊，其他交通甲大道的事项，咱嘛家己来看吼。咱吟上营397首，上营吟诗线，咱请林牧师来祝祷。咱来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恁三个弟弟，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麦道闭会。咱过来行平安礼，以及来小组啊。
那个我们把握时间哈，你们读经，否则我们有讨论的题目可以互相分享。这是我们服事的一个机会哈，我们的服事的一个机会。我们除了从圣经的话语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也互相来分享，我们怎样去服侍人，我们有权柄去服侍，我们就怎么样去服侍人。来。
其实咧，我早讲，大家搁足侪话要讲吼，请大家动作暂停一下吼，请大家拢暂停一下，请大家暂停一下，吼，咱三个来祈祷。妈祖，我感谢你，今日阮伫小组的中间，阮也准备准备分享阮的爱餐。做今日的环境样听，自己做一会，阮每一个拢宽病通服侍，阮每一个拢宽病替人祈祷。伫天顶所困捌的对位，阮也要困捌。做今日真正帮咱照顾阮，我哋享受你的爱餐的时阵，会当体会到做耶稣基督你的疼。我们享受大声安尼祈祷，用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来，咱若要讲的继续讲吼，咱迄个开始会使分爱餐，我们可以开始发爱餐了吼，那会使来分爱餐啊。
各位会友哈，我们现在还可以继续的讨论跟用餐哈。那我们夫妇团契下午的活动预定在12点半哈，12点半开始我们下午夫妇团契的活动啊，所以说现在可以大家还安心的吃饭啊。然后这边插播一下哈，麻烦各位会友，因为我们那个教会的会友哈，莎妮姐哈，她的妈妈在她妈妈在3月11号过世哈，所以我们预定在那个3月26号在济南教会有一个追思礼拜，所以在追思礼拜里面，我们要为她母亲哈的告别式献上慰歌，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哈，麻烦就是说不一定是诗班哈。教会会友里面要参加3月26号的那个慰歌的哈，上丽姐的妈妈的告别式的唱慰歌的人员哈，可以等一下哈，现在目前慢慢移动到我们那个讲堂前面哈，我们练习一下我们那天要献的慰歌。
我们现在请那个3月26号来参加那个 Sunny 姐妈妈的那个追思礼拜的，要唱卫歌的，会友哈，能到这边嘛哈，到前面来，我们要集合，我们要做练习一下哈。请诗班跟我们要参加那个3月26号那追思礼拜的会友哈，往这边坐哈，我这边坐哈。我们现在开始要练习，因为等一下还有那个夫妻团契的活动。